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2公司第2台 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国内增加321例本土，各有前6天因为检验通报时间去签到，无公布400例校正回归个案。新北前6天的病例补真多，国务院呼吁中央要有新的通报流程，校友义嘛呼吁成立国家体检队，和体检袂脱条例。北半球进入大天，希腊、俄罗斯甲美国小连锁传出森林大火灾情。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今日咱增加321例，各有400例校正回归的个案。这寡合作校正回归的案例是啥物呢？指挥中心表示，因为检验甲通报的过程当中，时间会去签到，所以今日修正5月16到5月2本土案例数量。咱量5月17这天来看，原本迄天公布的是333例，修正了后是406例，就是按这款的算法，这6天加起来加强增加400例。本土疫情连续一日爆出来，佇佫新增加323例确诊的病例，分别是321例本土加2例境外移入。指挥中心公布确诊数也未完，另外有400例本土的个案，讲是校正回归数，原因是检验塞车，所以讲即阵才公布。昨天因为这效率的提升，所以昨天我们大概也清了大概1万多件的一些旧案，这里面有400个案例。全国指挥中心公布的校正回归本土的个案，5月16原来是206例，校正了后增加为245例。5月17 333例，经过校正了后406例，是一天本土确诊数上多。另外18 240例新增加为325例，19 267例改做359例，20 286例校正了后是360例，21 312例更新了后是349例。校正回归案本土案例合计有400例。外界质疑这个讲法有看白嫌疑，但是中共事实就是安尼。把事实显露出来，就是先排揭露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每一个时期发生的病例是多少。通报在上传里面，事实上是有塞车的一个情形的必要的栏位，从20几项那简化到8项。另外，因应疫情发展，行政院人事总处公布，即要符合条件，上报中央的机关，伫厝上班的人，会使由原先的1/3提悬到1/2。居家上班是以1/3人力比例原则呢，提高为1/2的人力为原则。我想这样的东西的目的就要减少这个人潮的移动然后降低接触的风险。经济部长也呼吁企业沿岸的税2/2员工伫厝办公，不过强调产业的属性无同，只会使鼓励无法度来强制。他是要顾这个产线的员工的部分，就不适用这样的原则。我们是鼓励可以在家上班的员工，尽量让1/2在家上班。疫情的热区以上北确诊人数上多，市府拢已经真紧设立采检站，但是中指出检验量能一天会使达到2万外人。即阵上北热区阳性的检查率已经较平稳。纵观最近的状况，5月15阳性率上悬，达到6.3%，了后就稳定，显示疫情并无爆发。记者综合报道。前线警员无危险咧拼防疫，不过即阵有5名防疫专员的消防队员脱快胎出现阳性，当在隔离当中。指挥中心嘛证实这项消息，因也强调讲要搁等核酸检测的结果。另外，疫情是长咧炭烧，心情会超烦是会当理解。不过提醒观众朋友，伫咧网络顶看到信息，无一定是正确的，大家都爱加查证，唔通乌白传。若是散布假消息，上当会判3年，罚300万。本土疫情严重，按过网络谣言是满天飞。最近伫卡社群时时留言板，谣传行政长苏贞昌透过内线交易趁国难财。甚至有网友伫网络直播新闻开讲时，凊彩闹会讲总统蔡英文已经确诊，也无公布这不实言论。这假信息也成做全国防疫会议讨论重点。指挥中心表示，散布不实信息已经触发相当应处3年，或者是并科300万的罚金。现在刑事局、还有调查局、还有高检署都会跟法务部共同的合作来做这些假讯息的一个打击。本土疫情继续滚假，进前金门县长向中央发挥，呼吁开放地方向中国买疫苗。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讲愿意出面争取中国疫苗来台湾。
不过指挥中心表示，台湾已经甲 COVAX 甲特定厂商买疫苗，对中国疫苗信心不高。COVAX 的平台加上其他我们个别的疫苗厂商所购买的，那都有达到一定的数量。对于中国的疫苗，我们国人应该信心度是不足的啦。另外，一传出参加艋舺地区防疫专案勤务的消防员快筛验出阳性反应，指挥中心证实有5名消防员阳性反应，不过核酸检测结果还未出来。所以，即使现在有快筛阳性的同仁出现，那其他的同仁也都刚刚完成快筛，那目前为止都呈阴性反应，我们也会密切的监控。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希望说，在不影响我们的勤务的调度的时候，我们也会请其他的分队来支援，因为万华区现在毕竟比较吃紧。指挥中心表示，确处执行防疫工作检疫会依照特别条例、相关补偿作业补助、医疗费用等，同时为确保救护力量，也甲消防署定出3级警戒指引，包含救护车前舱、后舱爱开窗啊，保持空气流通者的方式，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AM 新闻为观众朋友整理今仔日台湾各县市本土病例数量。今仔日新增加本土病例有321例，阁有矫正回归报回来的400病例，其中台北有269例，新北384例，桃园20例，台中11例，基隆市有9例，屏东5例，彰化高雄是4例，宜兰县、新竹市甲花莲增加3例，新竹县2例，台南、苗栗、南投、云林拢增加1例。目前咱全台湾计共有3862例，本土病例已经有2701例。新增加上报回来的台北市一困头就增加269例本土。面对这个情形，国本地是呼吁中央通报的流程要有较调整例。另外，台北市这3天的快筛阳性率是清到7%，国本地就表示唔通伤过惊吓，因为疫情3级的效果后礼拜会慢慢来出来。台北市一个防疫旅馆边的巷仔22再去化学兵的消毒。台北市即卖防疫旅馆量有105间，已经提供将近7000个房间。加强版防疫专职旅馆有4间。国民体指出，19到21，台北市快筛站的阳性率也升悬到7%。不过，唔免伤过惊吓，这礼拜升级3级的效果会慢慢在下礼拜出来。快筛它反映的并不是这个礼拜的感染状况，而是差不多1个礼拜到甚至到1个礼拜的2个礼拜前的感染状况，自我严格的管理，它的效果要到这个礼拜才慢慢可以看得到。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日公布数据，台北增加269例本土病例，不过其中有矫正回归数字引起外界质疑。原体解释，指挥中心公布的确诊数字是2天前采检的个案有时间差。在最近检体数暴量之下，医院继续用较费时的 PCR 采检，无优化通报流程，确实会出现误差。正常状况下，它有大概是2天的时间差。可是当量多的时候，它的时间差就不只是2天了，会更久。所以我倒觉得在病例相当多的时候，你知道吗？还要坚持用 PCR 来作为确诊的人数哈，恐怕在公共卫生上是不太切实际的。每天在公布疫情的那数目，恐怕我们要一个新的方法。台北市的确诊热点目前10个行政区拢有确诊个案，不过为1月初1到5月1日，确诊数依然集中在艋舺区342例，过来是文山区38例，台东区30例。官体也呼吁确属PCR采检阳性，症状不明显，无高风险因素。统计上80%免大院，建议留伫厝内1人1间等待通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增加2例死亡个案，其中1个是住伫永和的老先生，伊昨感觉身体无爽快，送医就不幸死亡。因为老先生在生时阵就已经有采检，指挥中心证实伊的结果是确诊的。另外，树林有一位查某人，伊接到通知讲伊已经确诊啊，要伫咧厝等待后续安排的时阵，人就开始艰苦，赶紧找里长甲伊斗相共。民众报道了，医护人员时间帮体昏。因为确诊病例增加，新北市为着要消除医疗压力，2月启用集中检疫中心，优先收治轻症或者是无症状者，让因能安心用病。市政府在各个社区筛检站都有1辆小巴备用，载着
疫情严重，也连续传出疑似确诊者身体无爽快，甚至死亡的消息。新北市永和一位姓区的老先生，2日身体无爽快，送病了，宣告不幸死亡。因为老先生1日先前已经做过采检，是毋是确诊由指挥中心宣布。甲老先生带做伙牵手，一个8责任食饭的查某囝，是可能接接触者采检追踪。有一个旅游团的成员哈，这一台游览车目前有确诊人数有13人，家人部分目前都没有症状哦，那已列入居家隔离。伫台北市树林受一个网家工作的确诊的女性，也是身体无爽快，甲里长讲了，送去急救。因为他本身有在万华有接触史，所以他自己去振兴医院再检。那礼拜3他收到确诊通知书，然后他是诈骗集团，所以他打电话来旅办求助。然后经过他求证之后，确实是防疫中心的，那我就请他在家里，不要怕他走。为了要减少疫情继续扩大，行政署长陈家钦2日亲自去新北市的三重埔大同公园，一个重新桥开的计程车的休困站，视察环境看导防疫，一个民众配合的情形。为了要避免群聚，全台湾各类的县市加室内外的体育场馆，一个民众容易聚集的公共场所拢关起来，阻断传染链。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今日的确诊，加上进前前着即马阁加回来案例，拢总有384例，邦桥是上介济。所以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宣布讲，邦桥12个中和北疫情较严重的里，要设热区防疫中心，特别加强防疫措施3天，设立机动的体检站，嘛加强市场人丁出入的管控。召开会议，新北市长侯友宜非常关心各单位执行防疫工作的落实度。考虑疫情严重，12日加上矫正回归案例，新北市总共增加384例，其中以邦桥103例上济，总共确诊人数1279人。伊宣布会针对邦桥12个里甲中和北里等疫情热区，设立热区防疫中心，启动3天的强化措施，搭配机动筛检站。以及人潮聚集的大卖场、市场，加强人流管控，全面大清消。因为时间自行落差造成同步塞车，中央校正确诊数字，新北同步落差相关6天，和侯友宜烦恼会加做防疫抗胖，特别呼吁中央地方防疫到阵来成立国家体检队。我们要成立国家筛检队，结合民间业者的力量。一起来共同快速筛检，不要让确诊者很多已经被通知了，但是还没有到地方来，变成他在家迟迟苦等。侯友宜细致应战，外界是质疑新北的医疗能量是不是充足？伊强调会启动第2阶段的清空计划，搁增加集中检疫的量能。因为我们大幅的在降载，我们开始要启动第2个阶段的清空计划。面临大量的整个确诊者，我们的医疗能量确实大家都有压力。昨天在增加了3间的集中检疫中心这些旅馆，那我们总共现在已经有938间。也强调，这嘛是疫情的关键期，新北各强化防疫措施，造成民众生活不方便，请民众配合和谅解，也希望尽量踮伫厝内，避免疫情扩开。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做回来关心。北半球进入大天，一寡天气较干燥的国家开始出现森林大火，亲像希腊、俄罗斯甲美国拢小连续传出灾情。增加元素的救火车拄则赶到位现场，已经有消防人员摕着水管赶进来拍火。这是美国加州南部的圣塔芭芭拉森林野火，在当地时间27夜开始炭烧，消防单位哪拍火，哪要求现场附近的民众撤离。It was driven by 2 factors. One, the topography. It was burning uphill when fire burns a lot faster uphill, and it was being pushed laterally by those very strong, gusty south winds to the 火势炭烧了后，当地政府下达撤离的指令，不过在2日透早来撤销，至今无人员伤亡。导火原因则由警消单位伫调查中。
另外，相关的场景也出现在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点是我国哈萨克边界周边。俄罗斯自北到南，真侪所在气温拢比往年同期悬出10几度到20度。欧洲新闻台的气象报告指出，有种仔所在新年火灾是旧年热天留落来，无完全拍熄，到今年热天又搁开始炭烧开了。Я еле сам спасся. Я задыхался тут уже. Тут головешки летели с неба, как град. 另外，希腊首都雅典西边90公里左右，科林斯湾烟花对当地时间20开始，火势就在林地甲农场一直炭烧，连前方的雅典的民众拢闻到火烧出来臭大味。路透社报道指出，在火炭烧开进前，附近的村民收到当局的简讯，要求大家赶紧来撤离。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指挥中心进前有呼吁讲，即阵国内非必要的医疗都爱先暂停。不过，红婴要出事是袂堪你等。万方病院进前替一个已经确诊的妇人人接生，医护人员穿防护衫，避免家己去划着。过程是真热搁真翕，医疗团队真无简单才完成手术，而且真值得欢喜的是，红婴嘛无感染。全副武装穿着防护兔宝宝装备，万方病院妇产科医生王乐明甲团队欢欣毕业合影进前，其实已经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手术。最近，伊替一个染疫的有性妇人人进行破腹，伊甲团队过程当中袂当啉水，袂当去便所。除了手术所了的体力，阁有承受的压力。过程当中，父母竟更加因为寒甲体温规个起雾，看袂清楚，互机会变成高难度的挑战。所以就变得很辛苦看，因为有时候真的在出血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出血点，你只能说就是在模模糊糊当中去止血。但是幸好手术过程是还蛮顺利的。手术室高规格备战，王乐明医生表示，这不是演习，是真正面对确诊的病例。为着要降低飞沫的传染，决定以半身的麻醉替妈妈来破腹，最后顺利生下体重3100克的健康查某阿婴仔，而且幸运并无染疫。小朋友造成妈妈这样垂直感染几率大概只有3%以下了。所以本身这种感染的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那验出来也没有，那这个小朋友应该是属于一个安全健康的小朋友。手术迄时阵，定想要较紧甲阿婴仔抓出来，避免感染。王医生讲，另外一方面嘛要安达妈妈不安的情绪，总算顺利完成任务。王乐明医生甲团队才会当烫掉4层的衫，3层的喙暗甲面罩，佮有3项手套等等一层一层防护，完成伊心中的一场圣战。这应该是全台湾确诊有性妇人人顺利生产的第一例。记者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桃园今日增加20例，进前华航诺富特饭店的群组感染。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相关的人员5月14已经解除隔离。诺富特的日馆今日下晡已经恢复营运。另外，宜兰今日是增加3例，但是煞搁伫咧劳动掠到民众违法聚会，直接甲因开罚。工作人员提工具清洁诺富特日馆的大门玻璃，关真久的日馆，伫2日下晡重新营业。隔离真久，总算能上班了。工作人员只希望一切顺利。我们隔离隔27天了，今天下午就有客人来住了，希望没有人怎么样，然后我们工厂还是正常上班。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诺富特旅馆的清零计划已经完成，412个相关人员拢自采阴，已经伫14解除隔离。为确保重新开业袂阁出现防疫空棚，地方指派专职人员进驻做饭店的保安组甲卫生组。2日下晡，华航机组人员陆续到日馆，入门进前，防疫人员先用酒精消毒行李，大入来了后，也受到严密监控。诺富特2馆必须要24小时监看录影，确定机组人员必须遵守防疫规定，不得离开房间。桃园市2日新增加20确诊病例，依然新增加3例。卫生局表示，3例拢是新增加，毋是矫正回归。其中3至87例是2742例，先是捌伫7日暗时去宜兰市金樽餐厅饮喜酒。请当天在这个时段在金樽餐厅参加喜宴的人，其他人的话，如果任何自觉不舒服的，或者是有需要的，都可以来我们的社区采检站来采检。
疫情严重，宜兰县警局劳动分局公正派出所20尾暗暝接到民众报案，有人咧跋筊，副所长马上带队去处理。现场部分民众无挂喙罨，看到了后虽然改善，暗过内底有8人群聚，违反3级警戒，停止室内5人以上聚会规定，所函上卫生局来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今日增加11个确诊个案，包括一个市府的员工。另外，朝阳科技大学的学生因为去卡拉 OK 唱歌感染烧话，佮加拖互2个人。中部其他地区彰化加4个，苗栗、南投分灵拢增加1个。台中市环保局人员来回伫咧喷消毒水，严格消毒的所在就是伫台中市府位在丰原的阳明大楼。台中市政府立广告的确诊个案之一是台中市府的员工，职务并未接触到民众。即阵已经列出接触者，包含15名市府的员工甲2名家属，进行地处的隔离。他是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家防中心在阳明大楼的一位女同仁。经过查证呢，这位女同仁负责采购以及资讯业务，那不会接触洽购的民众。那我们已经初步匡列了15位同事隔离和筛检。台中市新增加确诊有11名，包含台积电的员工、银行的行员、健身教练、国军官，也有太太这个案。其中甲野唱团部链相关的新确诊的有2名。即阵总共11名，市府拜来又再到朝阳科技大学甲周边的社区进行消毒。我们针对里长的一些地方的一些要求我们在针对重点的区域，还有比较密集的地方，我们再重新做一次消毒，让民众能够放心而彰化新增加4个确诊个案，其中包含1名男大学生，另外3个人是甲水果商的团部链有关系。广播的卡列也真罕的加1台车包含在内。彰化县卫生局表示，因为即阵有3名确诊者拢坐过这台车，所以讲希望民众爱特别来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部，高雄今仔日增加4个，其中有2个是甲海产餐厅的群聚有牵连，是内底都只赛甲员工。上南边的屏东昨逼出头1个，今仔日一声就增加5个，而且其中1个是昨迄个确诊个案的朋友，今嘛佮发现讲，这2个人好亲像有隐瞒行踪的嫌疑。高雄阁增加4个确诊个案，其中串门子海鲜餐厅群聚感染继续扩大。除了之一已经公布员工确诊，阁增加346例是餐厅都只西，物价2336例接触过，加3463例餐厅外场人员。市府也公布2人行踪做大清消，串门子确诊案伫高雄已经8例。民众担心可能在同个时段是不是在不经意间有错身而过，或者是有同一个场地有接触过的这一部分呢？目前我们匡列了21人，那昨天快筛了9个，全部呈现阴性的结果。另外1名20多岁确诊女性伫北部餐饮业工作19，等于高雄确诊。汉神巨蛋百汇礼拜六全港停业，因为1名专柜小姐确诊，感染源依然的调查。他的足迹相当的多，因此整个疫调还在我们的进行当中，接触者也继续匡列。目前我们经过我们这目前的这个抽丝剥茧呢，基本上曾经有他的同事有到北部的活动史。在屏东2出现第1例了后，各增加5例，其中1对同期男女把家己赛车到大北放假旅游，另外2例拢接触过北部确诊亲友。另外屏东第1例朋友也确诊，不过2人疑似涉嫌暗勘。屏东第一个首例的案例3037，因为在疫调当中没有说明清楚，我们扩大匡列之后，才有一个3869。而这个3869今天的足迹，大部分的足迹都出来。台南市也针对新增加个案行踪做全面大清消，3615例是1名60多岁男性，平常时是骑机车行动，第1大院开刀进前采检确诊。台南市的医院的清零计划启动的早，也很落实，所以他就在入院前就已经进行采检，那采检后确诊，并没有进到医院市府当时公布来自台北放假甲南投县个案到台南的行踪，也已经完成全面消毒。南部各县市要全力防堵疫情拓开。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安怎？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26度到31度。华岛地区22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晚安，再会。